來看，進前有民眾咧等青紅燈的時陣，發現頭前的公寓有物件落落來，挖過去看才知影，竟然是一隻狗仔。這新北市動保處去調查，主人講是伊甲狗仔飼佇咧樓尾頂，有可能是因為單位講這狗仔着驚死嫁妝，唔才會摔落來。不過動保處是認定這個主人違法，該罰15000塊。這個車差尾暗啊6點外，民眾賽車經過樹林啊中山路，在停紅燈的時陣，發現較遠的所在有一個公寓，敢若有啥物物件落落來，加緊去看，竟然是狗仔。準是講狗仔防苦毒，通報新北市動保處調查了後，是將個飼主甲狗仔飼佇因家厝頂的露台，狗仔敢若互單位講驚到，順脫起來的物件對頂原背，因捅出來老房行幾十公尺，結果不幸摔落來。事主未妥善維護飼養環境及做好安全防護，依據動保法裁處15000元罰款。受訪的病人大概厝邊講事發的時陣，伊無佇現場，但是看到狗仔上尾摔落來是落佇個烏道邊邊啊。伊講狗仔是飼主領養的，其實是真疼惜，但是伊做工課早早出去，正暗才轉來，這個狗仔暫時放佇厝頂，只是狗仔進前嘛捌摔落來受傷。原來他就掉在那，就是掉下來，就是他們的那個帳篷就掉下來，有受傷啦。後來過2天就從這裡掉下來了，就這樣子。所以不是第一次掉下來哦。對呀。動保團體講，這個案例會當看出飼主的責任愛加強，除了甲狗仔飼佇厝頂，有曝日頭壓雨的風險。另外，狗仔的聽覺是比人類較厲，有會聽到單位講的聲會驚到，也是有激烈的反應。飼主應該好好去了解這個行為，做好防護。以狗來說，它可以聽到比人類更高頻率跟更細微的聲音。要知道生活當中所有會對動物造成刺激跟危險的事情，那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飼主，就是應該要去做好這些防護。新北市動保處提醒飼主，若是住佇關樓站有露台的所在，應該好好來設置防護網，也是圍欄這安全設施，避免狗仔貓仔因為風驚到，也是好奇被起的結果發生摔落來以外，飼寵物唔但愛提供基本的照護，更較應該愛排除潛在的危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